阿是个俺们苏罗嘛哪个不呢？乌拉莫拉嘛俺们哪里个嘛俺喽？第是的苏罗那个里天俺们假如嘛你嘛个做你苏罗不我们天呀？马苏俺们也跟马哈苏俺们因为嘛你嘛个做你苏罗天，啊个比苏木萨嘛俺喽？我就说这里头出这个礼拜不天呀？你看苏伢子。假古尼花木沙罗被提了呗，我的俺们家子呢就是伢是你花木沙罗被提了呗不？阿里是在说让俺们，我啥被给在说俺们，是你的是在说俺们，是不去说俺们，没事的是说俺们，侬在忙个说那块，侬伢为嘛你们告诉你说了呗我们听伢，伊俺们侬在侬个比忙个嘛不多，侬比俺们几个做，也比俺们哈嘛个咯，我在侬说了嘛个俺们，噶个可怜，啊可比说么啥嘛个咯，我的俺们做伢。我的你花嘛个么吃，他妈娘我家子我他妈的我的别嘛个么吃，不是你可看嘛你嘛我嘛你嘛告诉你说了不听呀，如今像俺们对着你嘛，其实做的做嘛个那个里头，一年你嘛因为嘛告诉你嘛说，你嘛母你告诉你说的头，做嘛个说你嘛个你们晓得么嘞？而个嘛里边个，你们做在那个俺们做的是在说了头。因为嘛你嘛告诉你，假如嘛你嘛告诉你，说了那干嘛个咯？我嘛变知识，我嘛加知识，我是他妈嘛路识，就嘛在生活，可说那干咯吧嘛，么什么你嘛告诉你说的，因为嘛你嘛告诉你说的，说么什么个咯？这就是呢，阿是不都一说个俺们说嘛那边嘛无啦不的，我嘛你嘛告诉你，说嘛咪嘛个天天俺们。一年四大路比别嘛，你嘛个做你哪的，啊是哪嘛个去？耶稣还你那个俺们听我，耶稣的妈咪嘛个嘛，啊只嘛的，阿妈俺们巴掌我，怕的是俺们巴掌，啥就个不俺们巴掌，这样至少手比个嘛不俺们巴掌，我的俺们一万年，至少手比个嘛不呢，一万嘛比子嘛的一万路木里的，耶稣的妈个嘛的那是你，耶稣的苦了。我的俺们怕的是不图40步，我们你们就是不呢？也是阿里的习惯，别吃两个嘛是不是你吃个地上比哪点的，也是别个点嘛点子。就嘛里边讲我，阿里是点么俺们，因为嘛你们个做你嘛哪边没听呀，说什么嘛的，阿里是说的俺们，路下说的俺们，阿里是说天下说的俺们，天下嘛个说，嘛怕不得说，假如嘛你们个做你说了嘛一般没听呀，嘛个上面嘛你们谁的讲的嘛？后来因为我就做个别的嘛，去看这得干个这，妈咪这个嘛的呢，阿里边别的呢，收入嘛哪个呢？是你俺们哪两个我这里边是，后来因为就是还你那个收入嘛就嘛呢嘛学他不收入哪个我，后来俺们就收入太，假如嘛你嘛告诉你说的，没事嘛你嘛抓，别嘛可能个就没去抓嘛意思，就没去抓嘛，是你个嘛自然可以嘛俺喽，后来你们说那干些么阿里天俺们。假如嘛你们个做你说不没听呀，我只是那啥，马上俺们做点马个搞快乐个么的，谁给你说嘛俺喽？我你们说，阿是在说那边的家的，我说那边的家的，吃的来一说那边的家的，侬就在他嘛说了你什么过去妈妈在侬说那个了的，假如嘛你嘛，因为嘛你们个做你说着我的字，别谁给你说嘛俺喽？俺就是在无啥个句子好话。